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我係3012。雖然知道我用咩角度去講呢套電影，應該都會有人唔滿意㗎啦。不過作為一個電影愛好者，遇着呢種有現象級爭議嘅電影，我都會想講一下自己嘅感受。咁今日要講嘅電影就係哪吒之魔童鬧海。就好似標題所講，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套電影場外場內嘅爭議，同埋分析一下魔丸嘅原罪。點解哪吒喺大陸就可以爆紅，而喺香港就票房一般呢？最後我都會講下自己對呢套電影有咩感受。咁我呢個 channel 每個星期都會更新短片，同大家分享電影劇集觀後感、娛樂旅遊八卦花生等等嘅。如果你都中意呢啲內容的話，就記得訂閱兼撳埋側邊個鐘仔。咁到我出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有通知俾到大家。希望大家都俾翻個 like， 推廣我呢個蚊型頻道。多謝大家支持。最大爭議啊，莫過於就係個票房同埋電影本身嘅質素啊。據我所知呢，就有一部分香港人就覺得哪吒呢個票房係有灌水嫌疑嘅。到底有冇灌水，就只有持份者先知道。客觀上嚟講呢，我就歸納到幾個點嘅。首先就係哪吒第一集嘅票房成功啊，產生咗品牌效應。第一集就算冇官媒嘅推波助瀾啊，都累積到50億人民幣票房，相當於11.52億美元。其實都已經成功躋身全球電影票房排行榜嘅前20名。其實哪吒2只要保持到第一集嘅水準， fans 入場一刷二刷下，又或者帶埋啲姨媽姑姐入場。何況今次第二集揀咗喺新年檔期上畫，票房會翻倍都冇話冇可能嘅。而主角魔丸哪吒又確實會惹起唔少年輕人嘅共鳴。呢一代嘅年青人喺疫情前啊，都俾人標籤做躺平一族啊。經過疫情同疫後啊，更加令到啲年輕人啊對前景感到絕望。唔難想像佢哋會對呢個吸血社會有不滿，都係人之常情。搞下白紙行動啊，都驚俾人批鬥。魔丸哪吒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可以話係擊中晒年輕人嘅雄心啊！而疫後經濟蕭條，民眾都係有苦無路訴，成套苦水，連我自己都覺得有哪吒申公豹敖丙嘅影子啊！正如毒舌大狀啊，點解咁得到香港人嘅民心啊？就因為係對劇本有共鳴啊嘛。至於中後期官媒嘅吹捧啊，對票房有冇實質幫助呢？呢個當然係個謎啦。但如果吹奏主旋律係對票房有幫助的話，咁點解同期嘅蛟龍行動就撲直呢？投資10億，但票房只有3.9億，應該都可以質證觀眾眼睛都係識選擇嘅。而另一套表現較好嘅《唐探1900》，票房都只係35億。呢套唔係玩隱喻嘅喎，直頭有發哥怒屌美國佬，講宣傳民族主義，呢套應該先係代表啊。關於戲外嘅爭議，大概就係咁多啦。聽到呢度嘅你覺得票房值唔值，就自行判斷啦。講完票房爭議，係時候講下魔丸哪吒喺香港人眼中有咩原罪啦。對古代中國神話興趣不足，香港人接觸得最多嘅古代中國神話應該就係《西遊記》啦。就算以劇集計啊，《西遊記》嘅翻拍次數都多過《封神榜》同《山海經》嘅。哪吒第一集喺香港嘅宣傳係極度不足嘅，又經常聽到內地票房造假嘅傳聞，唔明點解有好多爛片都可以有靚票房。久而久之啊，就對內地電影產生質疑嘅印象。關於呢一點啊，我都可以理解嘅。為咗證實今次哪吒2係唔係又係爛片做假票房呢？所以我就揀咗入場去睇啦，就係睇佢究竟係唔係吹大咗嘅假票房，定係實至名歸呢？咁再講落去就涉及劇透。到咗今時今日，如果你未睇過套戲，都應該唔會諗住去睇噶啦。但如果都係介意我劇透的話，就要斟酌觀看落去啦。以下就係我嘅觀後感部分。關於戲裏面對美帝嘅隱喻，一陣就會講到噶啦。循例都講下故事大綱先。繼第一集天劫之後，太乙真人雖然保住咗哪吒同敖丙嘅魂魄，太乙真人就用7色寶蓮為佢哋重塑肉身。但係申公豹同埋四海龍王都以為敖丙死咗，就諗住攻打陳塘關報仇啦。而敖丙又因為咁樣冇咗肉身，申公豹就提議哪吒同敖丙去玉虛宮完成呢個成仙嘅考核，換取玉液瓊漿，為敖丙重塑新肉身。申公豹就留喺陳塘關，
以免走漏風聲嘅。咁成仙考核咧，其實就係要殺3次妖，成功滅妖的話咧，就可以成仙，就可以得到阿淺教嘅揸 fit 人獎勵。故事就係咁樣寫落去啦。講下角色塑造方面先，哪吒係代表啲先天血統不良嘅人啊，敖丙就係受父權控制、身不由己嘅年輕人，一個天生就受歧視，一個就受父權控制。喺人物設定上係好易惹人共鳴嘅，不過可惜在呢，後續劇情就冇喺呢個方面去深挖㗎，只係集中表現哪吒有幾對家人同埋呢個朋友嘅重視，喺對自我身份上嘅認知只有輕輕帶過，成長曲線嘅轉折係非常之快嘅，我就覺得可以花多啲篇幅喺呢一方面嘅，咁呢兩個角色就會再立體得多啦。反而申公豹呢個反派呢，佢就非常之立體喎。喺佢同細佬見面嗰一幕就睇得出，申公豹一個非常之複雜嘅人物，一方面想成仙，想得到法力，一方面自己又做埋啲嗱喳嘢，一邊又會不屑淺教嘅所作所為，又想保護同族人免遭毒手。佢嘅角色行為邏輯係非常之鮮明嘅，觀眾係好容易了解到同埋代入佢個角色。成功嘅反派莫過於此啊！無量仙翁嘅壽星公呢，就變咗一個純粹嘅反派。佢嘅主要作用就係代表階級主義中嘅上位者，用啲陰險手段嚟榨取下位者嘅成果。妖族就以為可以煉仙得道啊，點知最終都只係無量仙翁嘅煉丹材料。咁有一部分人呢，就將無量仙翁同埋佢個玉虛宮當成美帝隱喻咁樣睇。咁喺呢一點上呢，我係有保留嘅。我唔係話諷刺美帝唔得啊，即係你睇下韓國日本都好多電影諷刺美帝嘅。但係正常嘅諷刺手法係點呢？就係好明確咁影射嗰啲係美國人員嚟噶嘛。例如直接講係美國政府有白人官員有美軍或者 CIA 插手咁樣噶嘛，就非常之少用隱喻嘅。又睇翻哪吒嘅玉虛宮啲人就話個設計好似五角大樓，咪玩啦，個設計點睇都係八卦陣啦，係嘛？有幾隻角就係影射五角大樓，咁你住緊嘅屋企都可以係白宮啦。仲有咩話好白好白就係代表白宮喂，咁玉虛宮用玉嚟建成噶嘛？有句成語叫白璧無瑕哪吒口中嘅好白好白係攞嚟影射之後呢個玉虛宮無量仙翁係有幾黑噶嘛？一個好嘅隱喻係可以貫穿整個電影嘅。正如另一個影評人少年劉江話齋攞嚟隱喻 DEI 都得噶喎。所以話哪吒如果真係攞嚟隱喻美帝的話呢，咁呢個隱喻就真係寫得麻麻啦。仲有話咩天元鼎代表美金霸權嘛？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入邊嘅青銅器啲道教法器符文都有呢啲類似 S 加亮洞嘅符號。一般係同呢個陰陽相關嘅。退一萬步，就當嗰個係金錢符號金錢符號基本上就係世界通用咁滯㗎啦。唔通我畫個陽字就代表日元或者人民幣咩？性幻想都係留翻喺睇 AV 嗰陣時啦。故事核心明明就係對抗命運、對抗固有嘅階級壓迫。你可以將無量仙翁聯想為任何一個欺壓你嘅人，例如黑心老闆變態上司咁樣，聯想到同佢本身有呢個隱喻係兩回事嚟嘅。聯想到美帝 that's fine， 咁係個人嘅自由，但唔代表個故事就係隱喻緊美帝咯。喺我角度咁樣捕風捉影反而會拖低咗個格局。講翻個劇本命題，我命由我不由天，呢個命題確實係非常之好嘅。可惜就係呢，哪吒冇將呢個思想推己及人。哪吒嘅命係命，陳塘關百姓嘅命係命，被鎮壓嘅海妖族係命，但俾佢哋兩個收服嘅土撥鼠呢，申公豹嘅家族呢，嗰個又自閉又自戀嘅石磯娘娘呢，佢哋啲命就唔係命啦。雖然導演可能想係借佢哋幾個嚟突顯無量仙翁係幾咁濫殺無辜，但咁就無端端令到敖丙同埋哪吒都成為咗幫兇。事後又冇交代翻哪吒、敖丙對呢個考核嘅內容有懷疑，土撥鼠同石磯娘娘純粹就成為咗笑料然後用完即棄變咗 condom。我覺得導演係浪費咗深化哪吒同敖丙呢個人物嘅機會。呢個劇本係值得更圓滿嘅寫得，咁但係咧不得不讚個劇本咧係非常之寫得緊湊嘅，動作戲文戲、動作戲文戲笑料咁樣，當中確實係冇乜悶場嘅。而笑料方面有啲係致敬周星馳啦，
但當中咧都有啲關於屎尿屁嘅笑料。咁我覺得咧都唔係話唔得嘅，不過確實可以少啲咯。同埋屎尿屁笑料咧，我就會諗起金小文啦。金小文咧先係玩屎尿屁嘅專家。屎尿屁唔係唔得，咁但係有營養啲嘅笑料唔係更好咩？我個人咧就唔會反對呢啲屎尿屁。如果係偏向幽默類嘅笑料，我就會更加分咯。咁作為一套仙魔大戰類型嘅動畫，唔少得嘅梗係畫面同動作設計啦。咁呢方面呢，哪吒2係做得好好嘅，基本上真係可以話接近到呢個國際水平噶啦。但係咧美術風格上咧可以再統一啲。暫時咧喺啲角色設計係睇到參考咗好多唔同嘅動畫嘅，例如啲動物類角色就會好有方失失奇兵嘅影子啦。敖丙同埋敖丙嘅老豆咧就有啲日韓系嘅感覺喎。哪吒同埋佢老豆老母咧就似迪士尼 Pixar 入邊嗰啲人物啦。如果可以統一到成為一種獨特嘅藝術風格，就會更進一步啦。而啲鬥法動作場面咧就非常之好啦。喺參考其他動畫之餘咧，有自己嘅獨創性，尤其係無量仙翁啦，佢用嘅樹系法術係非常之符合佢嘅長壽形象嘅，而佢召集弟子上身嗰個大樹形態啊，完全係想像力嘅表現，而戰鬥嘅音效都加強咗成個畫面嘅氣勢。總括嚟講，哪吒之魔童鬧海角色背景惹人共鳴，受固有階級壓迫，對抗命運，都非常之符合中產草根階層嘅困境啊！畫面目不暇給，劇本喺角色深化上有唔少嘅進步空間。咁中意或者唔中意呢套戲嘅人，自然有各自嘅原因啦。我自己睇完套戲咧，就冇話特別中意同唔中意。睇完套戲我就代入唔到入去哪吒或者敖丙嘅，我反而覺得自己係陳塘關嗰啲百姓咯。唔知大家又點睇呢？歡迎留言理性討論。等呢套合家歡電影做翻一套合家歡電影啦。最後記得幫手俾翻個 like。咁我每個星期都會出片分享電影劇集觀後感等等噶。如果你都中意睇電影劇集，咁就記得訂閱撳鐘仔。我係3012，下條片見，拜拜。